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搜寻我们的一些作品，这样，那很开心啊！从小到大生活了30年，第一次在自己的故乡有这个机会登上大舞台，这样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创作，这样。那我是住在都立的，我叫做阿里奥，叫我阿里奥就好了，给我一个拍手好吗？哇！这边有没有都立的？没有，好，谢谢。有，好，待会到后台领50块。哇，今天看到很多人，哇，这哇都是人啊，这边，你看你们回头看哦，都是人哦，真的。好，来我发给，待会我们唱完这场也会去别的地方了，但是我不好意思在这边宣传，听说就在隔壁。好，再点到这了。好，那首先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我们的创作曲，叫做《月亮的如音》，谢谢。月亮的如音。借我双手好吗？谢谢。这样才不会冷。在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坐在阁梯上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把歌唱。忽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的月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如音。他们说会发生的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把歌唱。台下的观众热情热情！我发现尖叫的都是同一位。在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坐在河堤上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把歌唱。今天的月亮的月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如音。他们说会发生的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把歌唱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女主唱劳啊！Hallelujah.
月亮的录音，谢谢。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在旧鼓楼屏东那边啊，一个排湾族的老人家，因为那一天刚好有月晕嘛，亮亮的一圈啊，他不会讲月晕这个专有名词，他就只好讲月亮的乳晕这样。啊，他说看到这个会发生一些大事情，可是这个事情是好是坏不知道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传说很有趣，然后就编了这么有趣的一首歌，这样好听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明年再见，因为我们今天只有带一首歌，谢谢。哦，有 uncle 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们有 uncle 20首歌了。好啦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我为大家带来，我们再一次介绍了我们的乐团哦。山岚的岚，它山岚的岚啊，上面是山上的山，卷舌山，下面是一个风，有风的嘘，那个有没有？那个岚有没有？心是很温馨的心，康乃馨的心，蓝心蓝心这样，听起来像很女性化的名字，但是每个团员都体重破百，哎，蛮凉的了。好了，那。为大家带来第2首歌曲，叙述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互相等待那个爱情，可是最后结果不尽人意，一个在等待，一个在期待。这首歌叫《等待取代》。他叫巴奈，他等待他心目中的男孩，一直等待，他能明白他渴望拥有一份真爱。哦，有一个男孩，他叫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。只是他还在心里口难开，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有请女主音，老啊！有一个女孩，她叫巴奈，她等待她心目中的男孩。好的。一直等待，她能明白。听说等了3年。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。这女生唱完男生唱，有一个男孩，baby，他叫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。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她还在心里口难开。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舞台上的solo手少华。一起嘿，好，动一动嘴巴哦，来起来。
巴奈，他非常喜欢一个男孩，他叫做银盖。原来那个银盖也是非常喜欢巴奈，只是因为2个字害羞，他不敢说出来。银盖，我就跟你讲，你早点跟巴奈告白嘛。你看现在巴奈长大之后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的，活该。来唱这个故事，告诉我们相爱要成长。还在听什么歌？赶快跟你喜欢的人报答，不然他会跟你说拜拜。Stand by me, ooh, baby, stand by me。等待与期待。谢谢大家的尖叫赞助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可能有的人有听过了，那我不晓得。然后。在场有没有卢凯族的？然后哇，好多！这首歌除了是讲到你们以外，其实这首歌是延伸送给台湾的女性，因为你们真的太美丽、太漂亮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台湾的女性，对，你们太棒了！这首歌可能有的人听过，可能没有人听过，有听过的就一起唱。那这首歌它叫做《卢凯的姑娘》，送给大家。看着你佩戴百合花，在舞圈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摆浪风，你羞涩的模样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。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卢凯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老王。
百花，在无权里跳舞。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修身的模样。路开的姑娘，全台湾的姑娘。这是拍照的。路开的姑娘，献给你们。要照相机吗？好，接下来带来我们的 uncle 第3首。我们的女主唱忘了介绍，她来自新竹县尖石乡，很远的地方来。讲错喽。对，哦，讲错了，五峰乡。已经跟他同款3年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是老瓦，然后来自新竹县五峰乡，可是我的心在这哦。自己讲自己哦，好了。下一首歌呢是算是一首创作，然后里面呢有加入就是我们自己的母语，这样就是其中有一句话叫做“手亚米苏巴赖”，就是我很喜欢你这样，然后就做了这首歌，它的歌名叫《好想你》这样。好的，那就原来我们也有歌名。好，那就这首歌就开始喽，谢谢。好想你。
的有在尖叫呢，是新竹的吗？是。还是等一下要一起的？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，我发现我的右手边是站着的，左手边是蹲下的。啊啦啦，哦，哦，为什么要摆手？哦，好了，没关系啦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唯一一首比较有点嘶哑狂吼的。这首歌是在喝了某一些精神性饮料的时候发明的一首歌。描写失恋的心情，不是我了哦。为大家带来这首喝吧。算了。可以吗？手啊，可以了哦。我们的吉他手，也许你们可以在大武乡公所看到他了，但低调，嗨，哦，那为大家带来这首喝吧，谢谢。我一个人独自地走在那条街道上，我看着人群，他吵来又吵啊，我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我爱的他。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。是谁说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？我偏偏就要爱一个我的天长地久。希望远方的他能够听到我的诉求。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。就让我喝醉吧。一起唱喝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喝吧，喝吧，一起唱好不好？预备起来，喝吧，喝吧，还可以大声一点。漂亮，有听到了，再大声一点会更好，一起。哇哦哦哦，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耶。我忘了怎么回家。我不想回家耶，就让我喝醉吧。好了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。大家有看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吗？看过。很抱歉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唱她的主题曲，但是这首歌好，谢谢。我们先交接。
我们这首歌曲哈，他在25年前就有唱过了，那也有收录在这一次的那个原声带里面。有一个乐团，它叫做东方快车，然后他有唱了这首歌，然后这个电影呢，那些年呢，他就有唱了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永远不回头》。会选这首歌是希望2011年即将过去了，所有不快乐、不愉快的事情，也就这样让它抛诸脑后，不要回头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永远不要回头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？一起唱好不好？为大家带来《永远不回头》，谢谢。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想要爬上山巅，仰望星辰，向世界祈求永远。Here we go， 当夜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飘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看誓言可会改变。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，痛苦和骄傲，这一生都要拥有。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，在大地风雨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。永远不回头，一起唱，不管天有多大，忧伤和寂寞，感动和快乐，都在我心中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，黑夜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都要去接受，永远不回头。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想要爬上山巅，仰望星辰，向世间祈求永远。哇哦！让月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飘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看誓言可会改变。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，痛苦和骄傲，这一生都要拥有。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，在大地风雨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。不管天有多大，忧伤和寂寞，感动和快乐，都在我心中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，黑夜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都要去接受。永远不回头。
管路有多长，黑夜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都要去接受，永远不回头。不管路有多长，黑夜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都要去接受，永远不回头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们先去叠花针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还是讲出来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嘞。